各位嚟到孫仲親子聖誕分享會，我哋希望咧，藉住多元化嘅機會，俾小朋友咧有機會增進佢哋，好似我哋嘅6大宗旨其中一樣，講我哋要提升小朋友乜嘢？自信。認識耶穌基督帶嚟俾我哋嘅盼望，彰顯嘅愛，同埋俾我哋嘅力量。統管四方，權能越過天際，至高的你，神我的主，誰又可媲美？頌讚公義，聖潔，權柄。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。然後又有幾個博士從東方嚟到耶路撒冷。